来关心24位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，7月26日要投票。罢免团体是宣布要启动16天的绕境行动，7月初4为花莲出发。若执行上，嘛呼吁赖总统做伙参加造势。另外，国民党是抢到投票前一暗，在7月25开道的路权，将选民上街开道斗相挺。大罢免要持续伫个滚架，目前有24件立委罢免案，确定会伫7月26进行投票。罢免团体启动16天护国示警的行动，按算7月初4为花莲出发，顺时钟来驶台湾，重点会伫台北青岛东路来集合，而且呼吁赖总统做伙来造势。商请总统这个参与最后的造势，这现在已经不是在要规避什么蓝绿对立，现在是民进党的责任，作为一个执政党，你要把国家的执政权拿回来。针对大罢免的议题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5批评大罢免是采取政治恐吓、煽动舆论等等的方式来打压在野党，呼吁台湾的百姓拒绝政治操作。那这个举动嘛，互解读做是公开支持红罢免的那样立委。我想民进党最开心啊，每一次都是用所谓的老共牌来想要打击政敌，不要学着做所谓的独裁者，想要清除杂质。7月25的选情之夜，开道的路权确定是由国民党摕到，因要招几万人去开道反罢免。台北地检署侦办罢免民进党新北市议员陈乃如，哪像涉及伪造提议书的案件，25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国民党立委罗秉才、新店服务处的主任廖伟辉、助理廖时军、甲林祖玲。台北地方法院暗时裁定廖伟辉甲廖时军2个人羁押禁见，那林祖玲是20万交保。这个部分我不知道，那不知道的事情我就没有办法来回答。希望司法可以还给当事人一个清白了。那罢免民进党立委陈莹，哪像伪造提议书的案件，检调25以被告的身份约谈国民党中央党部组发会副主委黄碧云，也有专委李德全。检察官讯后，2个人是无报请回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